咱伫这个网络银行的资料要安怎来防止骇客入侵呢？上好的办法，爱时不时都爱换这个暗号。继续来看这个报道。网络银行一礼拜共偷转26万，被害者怀疑有人控制伊的手机偷摕伊的个人资料。专家分析，当事人用人面或者是手模来拍开网络银行，这种方式虽然真便利，不过煞真危险。你拿他照个脸，而且他登录你不知道，在你没有登录的情形下，就有可能被人家去操作你的账户了。个人资料若是互偷摕，该设定。当事人根本唔知影，上保险的方式爱定期换号码，防止手机互偷摕，个卖黑白点唔知为倒位来的网站，避免说你的手机被害，就像我们的电脑被害一样，然后避免说它被植入程式啊。就算甲网络银行设定期存款，嘛是有可能互人来控制你的机啊。专家建议，卖拍开非约定汇款。若是设约定汇款的号码，就算对方会当控制你的机啊，嘛无法度来领你的钱。你只能转到我的账户啊，对，除非转的人他有你的金融卡，他去把你领出来而已。若是要转销去非约定的口座，就摕卡片去 ATM 汇，安尼较安全。网络带来便利，不过煞有真侪危险。专家就呼吁民众千万莫感觉改号码真麻烦，或者是因为好闲黑白点网站，安尼较会互你的手机中毒。